外国人可以用到在。歹势，好来，芭比天勇兄搞早啊！咱对1个27开始读起哈。1662年1个27拜五，这一天袂倒啦吼，但是毋是讲足长啦，但是袂倒。早起晴朗良好的天气，透北风，阮看到早暗敌人甲迄个已经拆毁的病院，甲迄个市场中间迄个开阔的空地，用宝拿甲伊封起来，也甲真侪宝拿搬来真瓦郡即个城堡下面的所在。伫迄寡宝拿中，阁采数门大炮，看起来是要用来击毁迄个目沙甲 Gilderian 城堡。阮也看到伫迄寡敌人的工事后面，有真侪人无用咧搬运沙土、茶帮甲其他物件。上午8点的时阵，伫咧正议会议决定要向敌人要求缔结合理的协议，就像伫咧决议录呢，会当详细看到安尼。注脚会对第注脚是物件编号啦吼。为了即个目的，下晡写一张简短的批信，予国姓爷阁下内容如下：即个福尔摩沙诸岛的长官甲议员 Frederick 贵伊寄即张批予驻军伫即个热兰亚城堡头前的大官国姓爷。殿下，你阁下若有意要含阮协谈关系到即个城堡的城市的条约，洽谈即个洽，我先查一下吼，拄则有白念啦，才对。是对。协本条第8条但是伫遮变调读协谈。协是进谈的意思，进谈、议论或者是组织、通透、调和、和合协谈应该就是调和和合的意思吧。你阁下若有意要含阮协谈关系到即个城堡的城市的条约，就请用荷兰文写一张回批，送来放伫迄条石头路的中段。同时呢，对现在开始，进前因即个交通，就是拢定甲即个纸条啊，放伫即个石头路中段安尼吼。一直到因离开进前规个一直到最后即个阶段因拢是用安尼咧交通的啦吼。同时，对现在开始，无论伫水上或者是陆上拢必须停止武器的使用甲敌对工事的活动，并且双方拢必须留伫各自的阵地呢，不得去接近对方。若无，将与敌人对待。下面写着热兰亚城堡1662年1月27号，签名长官 Frederick 贵。今仔日副司令官 Anjenken 先生写一张批来予阮，内容如下：写予尊贵的 Frederick 贵阁下顶任，尊贵英勇的阁下，你阁下2张做军的内批，我已经对迄寡船长先后确实收到，也从中清楚了解你阁下的意志
旨意啦，意志吼。也知影讲，万一即个航道若是被敌人严密控制，航行有危险的时阵呢，愿咱的上帝主持处事啦吼。咱应该如何来安排船只？就是讲，若是有危险的时阵，咱应该如何安排船只？嘛知影吼。也知影讲，要伫咧城堡发出信号了后，才派令迄只快艇每阵号出航。无论倒一只船，为着要效劳尊贵的公司，而有所要求的时阵呢，其他的船只拢必须多方面尽力，互因协助。这一切我拢将会斟酌安排处理，来互你阁下美好的意志。愿达成。即寡钱呢，昨已经送到迄只便船船 Lusitania 号，是由该船的船长载来。即寡钱将会按照佛罗摩萨议会决议，全部用伫咧拄着事故的时阵的需要顶头。请你阁下也按照阮以前所送去的每一只船的需求清单。甲阮需求的食物送来，互每一只船。二，坐迄只快艇奈尔顿号来的人，特别需要紧急供应吼。艾克宾号和雷伦号顶头的需要的粮食，阮也阁会当伫咧储备保存到因来到即个停船处的时阵。因为到迄时，迄两只船事实上必将已经担忧无让失落。下设商务员 Cornelius Knief 有礼貌来请求，搁再请求讲，因为伊和尊贵的公司已经无按照契约的要求会当做代志，而且契约的期限也已经结束，所以请允准伊应有的权力转去巴达维亚。伫天气、潮流甲风的情况符合之下，而且敌人也无讲介严密阻拦的情况，这是阻拦呢，也是应该是阻拦吧？阻拦。拦拢会使啦吼，读是烂子、烂杂、烂做。烂叫蓝教吼，蓝教深渊吼，烂叫烂路烂开。我看读烂较侪啦吼，包括伊蓝吼，蓝即里嘛是写用手阻止吼，杂烂做吼，伊嘛是用烂哩吼，所以咱读烂啦吼。好，来转来第几只讲，伫天气、潮流甲风的情况符合之下，而且敌人也毋是讲介严密阻拦的情况之下，阮将会继续每一天派优秀的主管带着船吼，尽可能来去入港去岐山，以便去联络处信去提批啦吼。迄寡小船呢，也有可能同齐送去港内，但是烦恼讲伫储备或者是伫迄边会被阻拦，或者是烂杂吼，拦截吼，叫做烂杂。拄则即个今日顶嘛有收即个书吼，烂杂。讲，但是伫咧烦恼伫储备，或者是伫迄边会被阻拦，或者是烂杂，而且呢，伫咧上适合的即个海捞，毋是要来讲潮汐调色。好，查一下吼。调色吼，真正是读色吼。
所以是读设计啊，地名啦。另外看大理大书店，无收即个书。无对应的书，看册台语要安怎讲？雕饰，好啦，共款就是甘字典的音直接摕来用啦吼，就是直接空字笔啦。而且伫个上适合的雕饰过去以后，着人快速的封存，也有可能会利用时机来攻击阮的存折。因为有即寡考虑啦吼，所以无一定会带迄寡小存过去吼。因此，尊贵英勇、备受敬重、聪明智慧又搁谨慎谦恭的李国下恭敬问安，愿阮的保护神灵敏，保护阮大家平安。下面写着李国下家微顺福的信卜智慧啦。毋知要安怎翻吼，直接读吼。下面写着你国下家微顺福的信卜，签名是 Michael Aitken， 边仔写着伫快艇内尔顿号顶头1662年1月27号。搁较下面写着，阮认为送一寡豆类、蜡、一寡葡萄酒或者是厚酒、肉和肥肉来互迄寡船长食。到时阵会有效用。下晡约了2点，阮写好要互国姓爷批，并且签名，就甲迄张批绑伫一支竹仔顶头，派一个士兵摕着和平的记号，早往即个台湾的方向，命令伊甲迄张批插伫即个城堡头前的广场。通往市政府迄条路的约了中间的所在，袂当超过遐吼，然后就爱回头转来。伊就安尼做咯。迄寡新仔人看到即个情形是新的，却是期待着的情形，就对各方面跳出来。不过，伫迄个送批去的人转来进入即个城堡以前，无人来摕即张批。到迄个人进入城堡的时阵，才有一个新仔人对事务所后面行出来，来摕走即张批。这以后2点证据，就是约了下晡4点，有一只舢板经过阮的城堡头前，去到北线尾，可能是要去遐，要传令停止敌对的行动。这以后无偌久，纳豆园迄边也甲因的旗帜降落来。因有一寡人行到真挖近阮的城堡的面来，但是经过阮开枪威胁，就行转去因家己的公司遐，无搁再行过来。看起来因迄边嘛无希望有人会行来阮这边，因为阮有看到有一个因的指挥官出来禁止因安尼做，伊伫指阮这边，这当中，阮就继续等着要看讲，阮迄张批将会带来什么答复。但是永暗，突然空等一暗，暗时啊，开始对北方持续吹来顺畅的风。夜间，阮听到敌人又搁伫咧试说，各所在你即个。是敲敲打打叮叮咚咚在那敲宣扬劳动，就像讲因已经劳动规工安尼，就是若亲像因已经劳动规工安尼继续咧宣扬劳动就对啦。
虽然如此，阮犹原继续加倍防卫，提高警戒，时时刻刻注意阮迄寡卫城的人的动态。只要有一点点仔风声，就甲士兵对营房叫起来，武装阵容各领保。阮也写一张简短的批互副司令官，内容如下：副司令官诚实公正，亲无冤路斟酌谨慎的阁下，你阁下的内批，阮收到咯。迄张批无时间答复，伫遮干那讲一项代志，就是你阁下收到即张批，就爱随来岐山来含阮商谈几件重要的代志。今此愿上帝怜悯保庇。下面写着伫热兰亚城堡1662年1月27号，你阁下朋友签名，原档案空白。好，第7号结束。第8号。第8号和第7号差不多长吼。好1个礼拜号拜六，阮看到敌人站耍动因的堡篮，互伊搁较挖近即个城堡下面的四角城堡，并且伫迄寡堡篮当中采数门大炮。约落上午8点的时阵，阮对迄寡卫城的人收到答复，阮昨昏所写迄张批的内批。即张回批也插伫昨昏阮所查迄个所在。阮对遐摕入来，也有一张写互即个城堡的军官的批。迄张回批翻译出来，内容如下：大明招讨大将军郭姓寄一张批互台湾的长官归义甲议会。我收到恁的批咯，迄张批写遐尼少的字。地到无法度对从中得知真正的意思，因此本团也无想要表达我的意思。不过，你若有话要讲，会当派一个有资格的人来向我口述。如果毋派人来，我也万袂要求恁派人来。为此，我将会甲所有的作战武器停用到今仔日中昼，到迄时必须互我答复。即张批是由 Philip 用荷兰文写的，为着要互恁搁较容易明白了解。下面写着阴历第15年12月9号，就是西元1662年1月28号。迄张写互即个城堡的军官们军官 S 一批，甲伊翻译出来，内容如下：即个复数要安怎表达？应该安尼迄张写互即个城堡的将军官一批，甲伊翻译出来，内容如下：关系到即份所收录的批，至迄张要写互。是迄张写互城堡的将军官的批啦应该放伫个处处来阅读，来阅读。阅读即个阅是安怎？读阅吧，还是阅嘿？对，at 本条是 at 第8条好，写互热兰亚城堡的正军官会批的翻译。本番又搁开始强力准备，要来攻占恁的城堡咯。即个征集的原因是啥物？毋是别项，就只干好这2项，就是公司的以及恁高层主管的财务
含迄寡自由民的材问，恁也看袂出来吗？规含伊的议会拒绝迄战书，就是关乎写讲拒绝举城啊、导航啦，即战书，因对此做了非常不对。不过，恁假迷的军官甲一般的士兵对此不需负责。本番率领我的军队来处理，以及为着火药甲炮弹开销真侪，开真侪开支即寡开支呢，公司必须用因的财物来互我赔偿，而规一含其他高赞主管的财物，以及迄寡自由民的财物，必须互我的士兵当作战利品。这是因恶行的天谴处罚。不过，队长、中尉、将旗官、中士、下士甲士兵，拢总无责任。因此，因的财物也会当丝毫无损，全部自由自在，早巴达比亚去。这比日本人较好呢，日本人这样，应该在啥物用都袂记，就是因要转去日本的时候，因物件是有限的会当炸物件就有限的。所以当中足侪台湾人，因拢交代就台湾人讲，这拜托恁甲我保管安尼即寡开支呢，公司必须用因的财物来甲我赔偿，而规含其他高层主管的财物，毋歹势，我这人读过拄则讲的迄寡人会当丝毫无损，全部自由自在，早转去巴达比亚去。亲像地方官 Valentine 安尼，我毋若允准伊保有伊全部的财物，也阁供应伊旅程中所需要的粮食。住伫赤坎的菲律也每个月得到粮食甲生活费。所以恁当中如果有人旅程的即个使用不足，会当甲我讲，我会帮助因供应因生活需用品。规含恁的迄寡头领，一直到现在，拢抑阁甲保存迄寡现钱甲财物，看甲比保护恁的身体甲性命阁较重要。安尼做敢对？因到底是好人抑是歹人？恁心中绝对毋通惊，因为即张批是写互恁，也要交互恁，就是队长、中尉、中士、下士、将旗官甲一般士兵。目的是要互恁更较安心来信任，因为恁袂读也袂当了解中文，所以即张批无用中文书写。即张批是我叫菲利写的，为着是要互恁会当读也会当明白。为着即两张批信，阮召开众议会，伫多数的表决以及部分的资源之下，决议要派商务员 Paulus de Vink 先生和中尉 Barent Hermans 炸一张英文的文字书写的批去，互本环阁下遐。即张批内容如下：菲德勒归义甲 Frederick 菲德勒归义甲佛罗摩萨议会寄一张批互大明招讨等等殿下。你殿下来批阮收到咯，因此甲即张批要来说明阮昨昏的迄张批，也要来你殿下提出阮对缔结条约的准备情形，就是阮愿意伫下列即寡条件之下，甲即个城堡甲大炮含附属的物件，不再加以损毁或者是破坏，来交互伊殿下。即寡条件是，咱来看互咱人决定要投降条件是安怎？所有阮的人，包括伫咧即个城堡里的人，
伫伊殿下的势力之下的佛罗摩萨或者是西那地区的人，以及伫伊殿下的势力之外的地区，即个伊殿下应该是拢咧讲国姓爷啦吼。伫伊殿下的势力之下的佛罗摩萨或者是西那地区的人，以及伫伊殿下的势力之外的地区，离游园洼地的所有的人，拢得以将全部属伫公司甲家己的动产，再去装入阮的船只，安全离开此地。这第一条件吼。每一个人除了个别的物件物品以外，吼，也得以携带全副的武器。携带啦吼，携带我查者，我拄则学袂读，我尽量控制白啦吼，无，应该是讲对啦，我尽量控制白啦。携吼，携就是携带迄个携吼。每一个人除了个别的物品以外，也得以携带全副的武器吼，所以因会使规副全副武器会使炸吼。毋是迄个缴纳武器导航哦吼，这第二条件。过来，爱供应阮通常航空巴达米亚一抓所需要的遐尼多的食物甲其他的使用品，爱甲阮要食要用的甲阮传好势。如果阮需要比阮现在有的船只搁较多的船吼。如果阮需要比阮现有的船只搁较多的船，无论是为着要赶紧装船，或者是为着要航空巴达米亚，伊殿下拢爱以合理的价数提供船只互阮。头拄仔讲爱帮阮传物件吼，传食的、传用的，过来是船也无够，爱租阮吼。为着要诚实履约，要如同伫所有即种战争的状况之下的惯例，互换两个显要的人做认职，一直到一切拢按照约定好的条件履行完毕。关系此事，阮听候你殿下真诚的意见甲答复。今仔日送即张批去的人是商务员戴敏克先生，甲中尉Baron Hammonson。OK， 所以顶头这条批应该所有的要导航的这个条件讲了吼。下面写着人家城堡1月28号签名，原档案空白。迄寡卫城的人，根据阮所会当看到，拢点点留伫咧因的公司里。你是拢无咧做啥物前进的代志，但是夜间就尽力咧活动吼。阮有交一份备忘录，互派去国姓爷遐的两个代表，爱因遵令行事的即个备忘录内容如下：互被派去国姓爷殿下遐的 David 先生甲 Baron Hammonson 先生的备忘录。如果国姓爷殿下无同意全部的即寡条款，就爱请伊殿下甲伊的意思用书面写落来互阮。如果因继续推进过来，就是兵搁一直头前直送吼，就要像因早暗所做的安尼，毋是就像因早暗所做的安尼吼，阮将会用大炮对付因。因此，爱请伊殿下下令阻止即种动作，爱赶紧伫咧今仔日送过去，吼！愿上帝祝福恁，如意达成目的。下面写着1662年1月28号。上次阮派去的迄两个人行到迄个市镇的时阵，住在遐的新仔人，就摕起武器行因。甲因带入去墓园一个塔壳顶，有贴一支花盖的新仔人遐，对，
头壳顶有嵌一支雨伞迄种的啦，大毋是雨伞，叫做花盖吼。因伫迄个市镇停留无偌久，阮就看见因由6个新仔人陪同行往迄个碉堡，行到迄个碉堡下面，就拢上马骑往南投园去。住在迄一带诶，真侪新仔士兵甲工人拢出来观看因。迄时，阮利用机会命令士兵开始搬布捆去各个灵堡。要搬去加固迄寡脆弱的护墙，因为禁止收因钱吼，若毋是尊贵的长官阁下亲自去鼓舞因，因势必搬运到真无满意。又搁因为阮也毋知迄寡围城的人对阮所提对阮遐提议会有，这是你翻译啥看无？对我们那提议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什么意思啊？哦 ，OK， 迄寡围城的人啦，对阮所提议的啦，吼，会有啥物反应啦，吼？阮毋知啦，吼。因此呢，为着无爱互时间吼，踮遐空说吼，踮遐浪费时间吼，所以阮就利用时间派人制作大的拿宝，大的宝拿。伫迄寡宝拿内面吼，填刷出的毛毯，甲填入去。因为阮袂当就安尼出去边仔去摕刷来装即寡毛毯装即寡宝拿。如果出去，一定会被攻打到倒入来吼。所以无法度去堆刷嘛，只好用即个毯啊。下晡有几只舢板，以及所有被敌人夺去的阮迄寡大船的迄寡小船，来南投园。来看花吼，甲所在来炮甲木器等等的物件搬去岸顶。即寡代志伫即情况之下，阮只敢会当专注观看而已。暗时，阮派去的迄个代表又搁去迄个市镇，了后无偌久，就转来即个城堡呢。再转来一张国姓爷阁下的批，即张批翻译做阮的语文。内容如下：等下注脚有一两点再来读吼，一两个注脚再来读。好，即张批呢翻译做阮的语文内容如下，咱来读即张批吼。看一下时间。大明招讨大将军郭姓寄即张批互台湾的长官甲伊的众议员。当初我率领我的大军来取缔的时阵，我爱恁甲即个城堡交我，完全无爱伫恁的在门，是希望你会早早听从。迄以后也阁甲恁写过数张批，但是恁拢毋肯听。现在经过9个月，你要听咯。所有的错误拢是恁家己错来，你家己也有啥物其他通好讲？因为我的大军来取缔9个月，开销真侪费用。伫迄寡炮击当中，尤其是要甲迄个碉堡拍破的炮击，以及种侪其他的代志顶头，也开销真侪费用。现在用一个空的城堡，就会当含我和解嘛？就敢就会当含我和解？遮尔大的费用，我要对倒位去摕来？即个情形，若有脑筋的恁家己嘛会想会到。因此，我爱恁所有的财物，伫咧即个城堡里，所有的财物拢爱留落来交互我。不过，所有含恁伫咧即个城堡里的人，以及迄寡首先甲我协定里，还阁活伫咧即个福尔摩沙的人，拢会当饶命免死。共款，地形官 Valentine 和迄寡现在伫西南沿海听候要坐船去巴达比亚的人，
以及也未来过我遮的伫卑南的 Hendrick Norton， 拢会使自由去坐恁的船离开此地前往巴达维亚去。但是对恁迄边倒靠我的迄12个人，无包括在内。即寡人我毋放因走，共款每一个人拢爱会当配大刀剑甲步枪的代志，我也同意。关系的粮食，就是烤牛，我也同意，因为迄不过是一件小事，而且毋免惊，因为我对恁有好感，会互恁拢顺我落来。现在还有一天停战的时间，就是到明仔载，未运用作战的武器，恁的小船也绝对毋允准搁再伫迄寡船只甲即个陆地中间来往航行。我的篷船也同款的停止航行。如果恁的小船无停止活动，我将会命令我的篷船去甲迄寡小船抢过来。我真无欢喜，即寡小船又搁去安尼来回航行。即件事我现在甲恁讲，我必须通过迄寡小船知影。大家遮稍等下吼，咱来看顶头要求的吼，有几项伊答应。第一条，讲所有人会动产会当装入船只安全离开嘛吼，看起是无法度啦吼。第二条，除了个别的物品以外，会当下大全副武器，这会使。第二条答应。第三条，爱供应阮食物甲需用品，伊讲这小可代志，这第三条嘛答应。第四条，如果阮需要搁较侪船只吼，这应该意思嘛是会使啦吼。所以拢4条，除了第一条无其他拢答应吼。好，咱搁继续来甲读落吼。好，即张咱搁继续看。郭先生讲，如果你对即张批的内容了解，也有意要商谈，会当搁再派人来，安尼就还阁会付。如果无想要派人来，要置之不理，我也无要求恁派人来。你会知影将会发生啥物代志。伫恁今仔日所送来迄张批呢，有几个字写了无适当，因此呢，袂互恁派来的代表来见我。如果迄寡字恁写甲如应该有的写法，安尼我已经接近因咯。这最后一句是讲恁写了无介批写了无介礼貌的款吼，所以我无爱见迄个人吼。恁若讲无安尼写，我就一早就已经见伊啊吼。下面写着阳历第15年12月第9号，边仔看着本番的囡仔伫下面做写即个记号，这记号恁家己看 YouTube 啦吼。这我要讲吼，这可能是国姓爷的签名吼。阮所派去的代表甲阮讲，因受到国姓爷军队的主将吉美信吼亲切接待甲款待。又搁讲，伫杨条的本番阁下无接见因，理由写伫顶面翻译的，伊会来批你。不过伊交代爱好好接待因。因伫第2副场附近拄着土地测量师 Philip Danielson 妹，但是袂当含伊讲话。河边迄个可恶的强盗叛徒，伊的布棚搭伫第2副场的一个悬地上，看起来无受大家重视。伊和麦哥被派伫遐担任翻译，因问起阮迄寡可怜的人的情形，就是阮的同胞的情形，因敢若肩胛头小丢一下吼，无愿意或者是毋敢有其他的反应，因为每一摆因问话，就随有人来问因，阮讲了或者是问了啥物，因此我方的人袂当随伊问答。暗时啊，阮听到城堡里四个拢伫咧毋是，等下再来查着，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连你讲话拢听会到吼，听到窃窃私语拢听会到。
CHIAP CHHIAP 切，自切自转南三嘴自欠的话叫做切吼。你有带我切，另外一个音是带，先甲人带哦 ，OK， 带人的钱，你有带我 ，OK， 这个带字呢，较早其实我定听到啦，吼，当然先甲伊带一滴啊，就是先甲借一寡钱，先甲摕一寡钱啦，吼，这个带吼，先甲人带吼 ，OK， 用这个字我今仔日才学着吼，甘字典。好，但是真正咱着读切词语啦吼。暗时阮听到城堡里四过拢伫咧切词语，议论纷纷。阮写一张简短的批互 Hartwell 阁下 ，Hartwell 阁先生啦吼，因为伊伫咧停船厝的迄个船顶，即张批内容如下 ：Hartwell 先生，诚实公正、清无婉路的先生，阮已经甲消息用口头函甲副司令官 Angenken 讲清楚，并且命令伊转去船顶。你阁下用以前的权力命令迄边的人必须要各尽家己的义务了后，永暗如果情况良好，就要转来起山。愿上帝保庇你阁下，并且祈求上帝伫咧即个危急之际，赐予阮合乎所期待着的结局。下面写着你阁下持续乐意效劳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Greed。边仔写日兰遮城堡1662年1月28号。好，来一对注脚，咱来看一下。第3条，土地测量师菲利普美是伫咧日兰遮城堡被围攻期间，伫咧赤坎一带担任翻译甲交涉的工作。伊是迄时伫咧庄卡的 VOC 职员真少数被国姓仔留下性命的人当中一个吼，就是迄当阵线伫咧外口的 VOC 的职员荷兰人啊，其实足侪拢抬头拢死啊吼，所以会当船楼挖落来足少的吼。迄当阵伫咧什么目加流丸啦、麻豆啦吼啊。新港啦吼，即个拢死较侪吼。1662年4月，伊交出伊所写的经历。伊所写的即个经历吼，已经出版了吼。这是翻译者写的，讲已经出版，江秋生翻译吼，注卡啦吼，叫做《梅氏日记》。荷兰土地测量师看电成讲，这是毋是敢是就是进前马有你读的迄本啊？日兰遮城之类啊？毋知啊，我毋知，恁知影大概？我即嘛随查者，小等下吼。那有敢来？毋是啊，莫有讲毋是。好 ，OK。好，来下对注脚还有啥物？我看嘛，重要则读啦吼。拄则讲迄个记号无吼，我看无迄个记号。伊讲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克里的草书啦吼。那安尼吹伤无误，安尼即张批应该是陈成功的文书，按照陈成功的意思，
疑稿定写了后，就成讲看过迄考，则写即个记号吼，也则送去互对方。另外一方面，嘛可能是花押、花押啦吼，就是签名就对了。好，来129，礼拜日128读了，过11-12分钟，咱会使继续读。这毋知读得了无？咱试看觅啊吼。129，因为自即工开始吼，逐工拢袂讲介倒啊，因为逐工拢交代足侪代志。我知影这规一个队一直到2个吼，逐工拢足长诶，咱可能一工读无几篇啦吼。但是所有诶进展，遮拢有交代吼，荷兰人要离开进前所有诶代志吼。129，所以咱逐读读吼。礼拜日早起好天，召开众议会，互国姓爷会批，甲国姓爷会批啦吼。派 David 和中尉 Barrett 送去，内容如下。佛罗摩萨长官 Frederick 贵和议会寄即张批，互伊殿下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阁下。阁下，昨暗阮收到你国殿下的批录，完全合理，和你殿下交涉，阮并非无意吼。为免因为来回写批来延欠太侪时间，并且为着要互交涉会当得到良好的结果，希望你殿下派2个或者是更较侪人，和阮派同款的人数，伫迄个石头路的中段进行交涉。会面交涉的时间，以你殿下上适当的时候来决定就会使。阮听候你殿下对此的答复。伫个热兰亚城堡里，1662年1月29号签名，原档案空白。即个市定年以及四说各处的人拢武装称帝吼，称帝武装啦吼。阮看着南方有一只荷兰船，暗时啊，迄寡送批去的人转来，并且载来一张回批，翻译做荷兰文，内容如下。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士寄即张批互台湾的长官贵甲议会。如果你要甲即个城堡甲伊所有的财物来交我，袂一句话就有够；无爱嘛是一句话就有够。何必还阁为此派代表去长谈长谈吼？如果真诚拍算要来地狱，安尼。恁就必须老老实实来，袂当一个安尼讲，一个又搁其他想法。我的计划是要甲拍败恁，攻破恁的城堡，而恁是爱防守即个城堡。不过，如果我开始射击恁，迄时恁想要来，我只要地狱，还阁会使来，拢毋免惊吼。我要甲恁讲的，就是即寡代志。下面写。阴历第15年第12个第10日，签名原档案空白。搁较下面写着讲，就算我已经来恁的城堡边仔发炮射击，如果恁为着要保全性命，愿意来我遮进行地狱，安尼就共款，毋免惊吓吼。咱也是会当来地狱。暗时啊，因搬运真侪宝拿来迄个病院的西边。而且加强并且扩大，要用来击溃、击溃啦吼，击溃荷兰伫遐城堡的即个炮台，伫遐咧加强并且扩大即个炮台。伫咧即个标记中间插有一张下面记载的翻译。即只挂头写即段毋知啥物意思，翻译好，咱来看伊翻译。翻译：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寄即张批互台湾的长官贵甲议会。我讲的话一直拢是真实可靠，我的心肠是良善的，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当我带我的大军来到遮的时阵，我
我爱恁甲即个城堡以及所有的现钱甲好物全部拢交互我。不过现在我答应恁，伫恁的来批你的要求，派这4位我的大官去约定的所在，和恁当面交谈。恁爱确实想好，以便因一来到遐，随就会当进行缔约。因为现在必不得有其他想法吼。这就是我要爱恁知的代志。阴历第15年第12个月第10日，副司令官 Agent 炸了一张 Hartwell 先生写予规国下甲议会批，内容如下：伫尊贵的 Frederick 规国下甲尊贵的正议员国下，尊敬的正国下，昨昏拄来到快艇 Domber 河边啊，要去甲恁国下的批交予 Agent 先生的时阵，就开始透去强风，开始海流，开始特流。滴到我或者是 Agent 先生拢无法度去起山，甚至拢无法度去上任何一只其他的船只，因此只好耐心听候到今仔日。Agent 先生今仔日坐上水迄只船了后，伊提出种种理由，表示讲要坐小船去上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用一寡道理，总算说服到伊现在要去你国下遐。我看即个副司令官爱情跟理由诚侪哦。好，我看到即只的状况是遐尼无确定，又遐尼严重，认为需要一个像船长 Eastbrand 安尼有魄力又阁有威严权势人来遮。就是迄个副司令官演员可能足低落的啦，我看足低落的，所以即摆足袂爽的款。安尼，我着听候恁国下下一个命令，迄个命令应该会当伫我中昼的时阵收到。迄时抑阁有够野的时间去上岸。这个理由主要是因为看到红旗无搁咧飘扬，也看到早暗和今仔日早起有舢板伫北线尾甲城堡中间经过，而且拢无用迄个舢板来射击。伫即个期间，我要航往每一只船只，去尽力排解因的困难。愿恁国下全体拢望上帝保庇。下面写着你国下乐意效劳的信簿，签名 Hartwell。边仔写着伫大船内顿号上，1662年1月29号，好，1月29号到这结束吼。剩4分钟，我看后一篇1月30号拜。好，落长啦，非常的长啊，比前2天搁较长吼。所以我歪读啦吼，明仔载毋是明仔载后礼拜吼，今仔拜四啊吼，我是拜四。好。明仔后礼拜咱再搁继续读吼，1月30吼，照即个伊的篇幅啦吼，每一篇的即个长度看起来吼，可能一工加是读3篇尔吼，3工安尼，一工加读3篇啊，所以1个跟2篇嘛吼，2个呢，我看2个。2个敢若写9工尔吼，啊，所以9篇加2篇11篇吼，一工算读3篇，差不多个4工吼。各位，咱后礼拜就会当家日志读煞，但是我知最后搁一个附录吼，附录敢若10几条的内容，迄个附录可能爱读几工的啦吼，所以差不多爱搁读5工吼，所以咱后礼拜可能会当读了嘛，有可能会剩最后一滴啊吼。所以咱规个咱野声日志吼，总算读到遮算无，已经要结束啊吼。感谢各位要毕业啊！真正各位拢会使讲对荷兰史哦，已经留啊捌啦吼。我即马人来讲起荷兰史，我是会当讲。
留仔捌吼，留仔捌吼，因为咱知影佫足侪什物文件啦、书信啦、吼国语录啥，其实咱拢无读着吼，咱是留仔知影尔吼，毋是真正讲足清楚吼。啊，发生的其他较重要的大代志啦，什物洪冲啦吼，即个草莓仔吼，佮因比如讲因行军去找黄金啥的吼，即咱较早读过吼。好，咱后礼拜吼，等下我先看一下笔记一下，我看恁的笔记。我看嘛，笔记，好，烂桥烂杂，吼，一托挖托。爸比有去查啦吼，就是因即个，因叫做什么药用啊吼。啥物记？因转去个咧遣返啊，咱叫遣返，其实因是有留有一个名词，啥物记？国民政府对在台日人的政策，除了因为技术交接等等需求留落来的留用日人吼以外，初期差不多28000外人留用嘛，其他一律强制遣返，敢若会当炸2卡皮箱。少量的现金及有的财产充公吼。到1947年原本含家属约28000人留用着，伊佫被大量遣返，只敢若剩差不多700人左右。到该年年底吼，仅敢若剩200人吼。1947年中嘛吼，后续差不多全数被遣返吼。所以到1947年中吼。敢若剩700人吼，其实较早即个外省啊，一寡夭寿啊吼，因咧过说228的时阵讲啊，恁228是日本人伫遐后壁咧煽动吼，一寡什物日本的即个农民，踮遐杀人就对了吼。迄当阵留用的根本拢是一寡技术人才吼，技术人士，毋是啥物农民啦吼，农民早就算啥物，早就遣送转去啊，剩落来其实毋是啊吼。OK， 到47年中就无啊嘛，就其实拢遣送了啊吼。好，过来，食脆脆口感的食软的声。烤哟，卡哩，玲珑，我毋知为虾米啥年会写去这吼。所以我读的迄个是牧师的日记吼，毋是即个门是切律师的，叫做改变台湾命运关键时刻，就是即马出版的一本书啦吼，荷兰切律师日记。OK， 好，有兴趣这3年小改这恁则去看吼。Philip 伊所写啦吼，就是迄当阵咱对日志，其实你有想着无？咱对日志所读着其实是某一个角度的吼，所以。整个台湾迄当阵无共角度的即个代志吼，其实爱对无共角度的人所写的即个字啦、文献才看会着。引用啦，我一直咧想讲去咧用啥物用，才想起来。好 ，OK， 到遮吼，恁则家己去看即个3年所小改这，咱后礼拜继续吼，再甲规站吼来甲结束吼，希望会当吼。好。感谢各位，读煞了后，咱再来讨论啦。看煞接要搁读啊是可能着我休一下，互我休一下吼，互我休一下落来吼，休一下暑假，再甲继续读吼，至少互我休几礼拜吼。好，安尼到遮我来关房，咱后礼拜继续，即礼拜继续欢迎大家来读即个出师线来学台文。好，感谢各位，关房。